欢迎收听9月28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下23章8到17节，合神心意的事，与主团队服事。我们是与谁团队服事呢？我想很重要的，在我们人生道路中，有一位信实的主，并且他看我们是可信任的，这样的团队所要带出来的不仅是影响力，而是从主来的生命。我们一起要 RPG 祷告，今天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1章12节。我感谢我们的主基督耶稣，因为他赐给我力量，以我为可信任的，指派我来侍奉他。世界牧师印象很深刻，在读神学院的过程中，曾经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就以这个经文成为讲道的题目。对当时很多刚开始回应呼召的这些神学生，不管来自什么样的背景，有什么样子的环境，我们一起领受这段经文之后，在那个讲道后，一起在那里做回应的祷告。我感受到一股力量，我感受到的力量是被信任的力量，如同这一段经文所说的。我们是被谁信任呢？如果我们是被人信任，当人不信任的时候，真的如昨天的这个引言所说的，人的爱会改变啊。但若我们是将我们所相信的，我们的信心放在那位信实的主，当他看我们是可信任的时候，哇，这件事情真的是太棒了，因为他的信实不会改变。所以当我们只要好好来认定这位主的时候，主要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有从他来的力量，让我们能够来侍奉他。有一位这个文学家也是神学家，非常回应今天这个大卫的勇士。大卫在今天的经文呢，这个第8节一直到第17节，这里一直讲到三个勇士。那在现代中文译本呢，是讲3巨头。那讲到勇士，就会想到勇气。我刚说的这个文学家跟神学家，就是我们很常会提到的 C.S. Lewis。他在这个一个战乱的年代里面，一个很多事情正在很急剧变化的年代里面，他自己领受这个信仰是从这个他的文学神学来做发挥。在他所分享的一些话语里面，其中一句他这样说，翻成中文是：勇气不只是一个德性，它是每一个德性在受严谨考验时所呈现的形式。要活出良善，需不需要勇气？那就要看你在什么样的境况中咯。要活出谦卑，需不需要勇气？那就要看你面对的是谁了。要活出自律，需不需要勇气？在一个大家都随着感觉起舞的环境中，真的是也需要勇气。所以当他在说这段话的时候，他讲说不只是一个德性，真的勇气不只是一个德性，更跟我们为了什么活出这样的行为，按照这样的方式，那背后的信念有关。今天讲到大卫手下著名的勇士，今天世界牧师不会一个一个念他们的名字，但是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有发现吗？大卫之所以能够做王，大卫之所以能够平定南北，北以色列10个支族，南犹大2个支族，他能够在这个周围有其他的民族跟国家当中能够站立得稳，不仅是他自己有勇气，其实他身边的这些将领士兵也很有勇气
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，其实之前前几天我们有看到这个从21章开始的附录呢，就是很像是这种三明治的方式，所以这一段讲到大卫的勇士，其实前面也有讲到大卫的勇士前面讲到的是4个勇士，然后在这边讲到的就3个勇士，接下来呢讲到30勇士。那在这样的一个文学安排当中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很重要的是让我们看见，在这些勇士当中，他们不仅是在打战的时候很有勇气。今天的经文最后有一段很特别特别是在这个收割的时候这个30勇士中有3人连名字都没有讲说他们到大卫所在的亚杜兰洞去这是附录，所以是记载那个大卫在带领这些勇士的过程中，我们不太确切的知道是什么时间，但是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，他在一个设防的山头，一群非利士人占领了伯利恒。大卫思念家乡，说：“我多么想喝伯利恒城门边的井水呀！”结果这30勇士中的3个勇士竟然闯过非利士人的营地，就是直接进入到敌营当中，然后就在那个井里打了水，就带来给大卫。就大卫知道了之后，哇，也太忠心了吧，也对大卫太好了吧。大卫知道了之后，他有因为他的口渴喝这个水吗？他不喝却是把水倒出来，这边做了一件事情，当成祭物献给上主。对大卫来说，今天经文记载的是，他说：“上主啊，我怎能喝这水？这不等于喝那冒生命危险去打水的勇士们的血吗？”因此大卫不喝。今天经文段落停在这个地方，让我们看见这群勇士不只是在战争中很有勇气，更是为了这个王大卫王的缘故。有人会笑说：“他们就是愚忠啊，大卫要什么就还要冒生命危险去给他。”当然人可以这样去解释这段经文，那是人的想法，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动作很重要，就是当大卫他领受之后，他把这祭物献给上主。这不仅是一个表明他敬畏上帝，他也是在带这一群人来经历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是要一起敬畏上帝的。很多时候因着一些领袖的魅力，我们会把人带到人的面前，或是带到一个建筑物的面前，或是带到一个想法的面前。但是此刻要小心啊，我们的勇气是把人带到谁的面前呢？在今天的经文，大卫他遇见了这样的好康，可以说是好康他的勇士真的非常的对他是忠心。然而他不只是把他们带到他自己的面前，更重要的是他让这些勇士们知道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是要带到神的面前，是要与我们的主来一起团队。我想大卫的这个军队，大卫的国家之所以被坚固，就是出于上帝的拣选。然而出于上帝的拣选，以至于到这个国家可以稳固，以至于到他们可以同心合意，很重要的是领袖是不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所服侍的是这位主？我们是否同心合意与主团队服侍？如果是，感谢主；如果有一些疑虑，我们真的要寻求的不是人的心意，而是要来寻求这位看我们可信任，赐给我们力量，指派我来侍奉他的神。直到如今，世谦牧师仍然很感谢当时在神学院的这一个经文以及分享。我们是什么人？我们竟然可以领受，成为同工，成为一个有位分，甚至有被赋予权柄的人，是因为我们的主看我们为可信任的。那么我们有活出
那可信任的样式吗？一起来默想，今天的我需要在什么事上有勇气呢？我是不是有勇气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呢？我想合神心意的事，是我们要与主来团队，主怎么说，我们怎么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大卫的勇士个个骁勇善战，更是看见主啊，原来是因着他们与大卫一起寻求你。当领袖寻求上帝的心意，说上帝说的话，做上帝要做的事，相信在这个团队当中，他们要成就的也会是上帝的心意。主啊，愿我们不论在哪里，不论什么样的身份，今天不论要预备要做什么样的事，都让我们有一个勇气。这个勇气就是在我们所要去做的事，在的地方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，叫人认识你，跟随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愿上帝赐福你，我们明天见。